香港人裝修一定最後悔喺呢度，想有個溫暖嘅感覺，但又唔想受打理。其實你有個完美嘅選擇，就係選擇我哋 Kito 嘅木紋磚啦。最重要係佢徹底解決咗真木嘅致命傷。第一，極致嘅防潮，高密度嘅瓷磚幾乎零吸水率，潮濕都唔怕翹起發黑，更加唔會藏污納垢滋生細菌。第二，防刮耐磨，擁有超高嘅硬度，日常拖拉家私都唔會怕刮花心痛。第三，絕對零保養，唔使好似真木咁定期要打蠟，表面抗污絕對唔容易食色，倒瀉咖啡豉油輕輕一拖就乾淨晒。以一個400尺單位為例，廳房鋪設木紋磚咧，大概只需要7日嘅時間。裝修係為咗享受生活，將打理木地板嘅時間用嚟陪屋企人，會係更好嘅選擇。撳入我哋嘅 profile 睇睇，會有更多唔同嘅瓷磚款式，或者可以上嚟我哋嘅旺角門市感受一下。